交通消息。有啲好遺憾嘅故事，咁我就想寫落首歌度咯。其實我自己咧就好相信緣分嘅。除咗唱歌之外，梗係要玩下遊戲啦。係要諗下。百樂音樂學院20週年呈獻 J Music， 星期六晚10點翡翠台。我係1號袁思恒，我享受做 I 人，因為有時間發掘更深層嘅自己。我係2號李澤欣，順風順水不如磨練挑戰，咁先可以激發無限可能。我係3號李晴晴，我相信只要裝備好自己，總有開花嘅時候。2026香港小姐競選決賽8月30號，感至完美。嚟到返工時間啦，一齊睇下出邊嘅交通情況。呢一節我哋先睇下九龍過港島嘅行車時間。加士居道東行線近住香港理工大學，經紅隧啦同埋東隧過海都係交通正常，用5至12分鐘。轉睇下漆咸道北南行線近住佛光街遊樂場，呢一刻經西隧同埋紅隧過海都行車暢順，分別用7同5分鐘。跟住轉睇下將軍澳區方面啦。寶康路南行近住九巴將軍澳車廠，行將隧同埋將南隧啦，都係行車暢順，用5至7分鐘。最後睇埋寶順路南行近住眾明苑，行將隧同埋將南隧都係交通正常，用4至7分鐘。跟住睇埋出邊嘅即時交通情況。先睇港島方面，干諾道中近住交易廣場行車暢順，東區走廊近住嘉華國際中心來回方向路暢通。紅隧嘅港島入口上堅拿道天橋同西行過海都係交通正常。花園道落斜往灣仔方向暢通無阻。轉睇九龍方面，公主道同亞皆老街天橋交通正常。清水灣道近住坪石邨行車大致暢順。紅隧嘅九龍入口暢通無阻。交通消息睇到呢一度。BB， 我轉頭仲會有交通消息。舊時光，一杯一段情。我哋呢一度咧就係一間港產片同埋廣東話歌結合嘅一間 cocktail bar。香港情點止一匹布咁長？雖然係小生意，俾到香港人有個懷念。香港系列之世間始終你好，星期六晚8點，翡翠台。喺羅斯威爾事件竟然有另一個被隱瞞嘅案發現場。二戰後人類科技突然急速發展，竟然係同外星人有關。解剖外星人影片當年轟動香港，參與買片嘅幕後親身揭開個中秘密，呢度都有外星人。星期1、2晚82台 TVB Plus。欣賞珍貴國寶文物，唔一定要去博物館。透過高清影像及新穎敘事手法，人人都睇得明每件文物背後嘅故事、歷史與文化內涵。國寶時刻，星期3、5，無線新聞台。以責任驅動創新，以行動成就未來。TVB 環境、社會及管治大獎2026已經接受報名啦！快啲嚟參加，大家一齊引領 ESG 新思維，創造美好明天。50幾年老字號，我哋風雨不改。每朝4點開始做點心，堅持傳統嘅味道。佐敦新生酒樓，只此一家。仲記唔記得係點嚟到呢度？喺置業路上，每個選擇都係為咗追求想要嘅未來。唔租大啲，邊個會裝晒我啲老婆啊？
故事而家先啱啱開始，超過45年成盤經驗，用心為你尋覓最合適嘅單位，帶你遇見理想中嘅未來，陪你選擇遇見未來。中原地產。分開20幾年，阿媽無啦啦要回家。媽，婆婆，做咩咁嘅眼神望住我？我個心理年齡分分鐘後生過你哋嘅。令你填入心嘅全新處境喜劇《黃道益玩樂遊呈獻愛回家之3代同堂》，星期一晚8點，翡翠台。愛回家之3代同堂係由黃道益玩樂遊呈獻。Y 世代普遍兄弟姊妹比較少，仲有唔少係獨生。而家佢哋上有父母，下有仔女，仲要面對經濟同工作等壓力。Y 世代家長點樣擔起頭肩？喺沉重壓力當中，又有冇喘息空間？星期日檔案，星期日晚7點，翡翠台。明珠消暑精選，今晚 King Kong， 聽晚蜘蛛俠不戰無歸，明珠台準時上映。又到返工時間啦，一齊睇下出邊嘅交通情況。呢一節我哋先睇下新界區方面嘅行車時間。吐露港公路近住科學園有一出九龍東、九龍中同埋九龍西都係行車正常，用12至13分鐘。轉睇下大埔道近住沙田馬場呢一刻出九龍中、九龍西同埋荃灣都係行車暢順，用9至10分鐘。跟住睇埋港島過九龍方面啦。興發街北行近住維多利亞公園，而家經紅隧、西隧同埋東隧過海都係交通正常，分別用8、5同7分鐘。記睇埋出邊嘅即時交通情況。先睇下九龍方面啦，清水灣道近住坪石邨落車龍翔道有車龍，紅隧嘅九龍入口車龍排到康莊道橋面。漆咸道近住理工大學交通正常，窩打老道天橋近住浸會大學暢通無阻，公主道同亞皆老街天橋行車暢順。轉下荃灣方面，大涌道迴旋處路路暢通。荃灣路近住荃青交匯處交通大致正常。葵青路近住青衣大橋往梨木樹燈位多車。交通消息睇到呢一度。